吹气。1661年9月初7拜三。后天，阮和东北府的主管，阮甲这个东北府的主管写一张回批，交互因迄只小艇砸转去吼。这张回批的内容是安尼。所以即工咱要动就是用即张批啦吼。嘛毋是，还有其他代志，咱来看。即张批其实无解动。对因所了来迄寡人当中送来互阮遮的迄个两个西南人的，根据因家己的说明吼，是对下门来的，并且讲迄边的状况相当的无好。为着要查证因所讲的话，就爱甲其余迄寡人拢用即只名工船同齐送来阮遮。因袂使离开现在停船的所在，除非是因为看到暴风雨要来吼，或者是因为有被敌人攻击的危险，才会当离开。虽然如此，迄时也爱设法去停伫南边的停船的所在。即只现在因为病情无风利，无法度出港的领工船，已经装有数桶的饮用水，要送去互因。三队呢，因也要甲即个城堡的人所需要用到食物，装上即只领工船再转来遮。阮非常的需要食物，但是万一即只领工船耽误太久无法度出港，因就会当航往小琉球。小琉球有啥物伫遮注记呢？下底注较第一条讲小琉球原文伫遮写做拉美啦吼，又佫称做金沙岛。为啥物伫遮特别咧注解吼？这咱其实进前都拢读过吼。金沙岛的称呼定定记伫咧荷兰时代初期，1640年代以后，大部分拢是只个写拉美来称呼小琉球。但是呢，伫即当中毋知是有啥物伊佫出现即个金沙岛吼。讲万一即只领工船耽误太久无法度出港，因就会当航往小琉球金沙岛，去遐真细腻来甲即个空水桶装满饮用水，然后就爱转来即边。也爱对上水迄个岛屿为阮再来椰子、山羊、岛乌龟甲一个根茎，今天这个茎我不要读今天这汉历。他说经欠轻形手的肌骨草果，叫做形，徛伫孤单雕题伊册是用作伊个用物形，所以这用物敢若会当读形的，后壁是读茎茎是草的基骨根茎来转来这样讲爱对迄个岛屿为阮载一寡椰子、山羊、岛乌龟、根茎等等农作物，只要摕到，就要尽量做再来遮来互阮食用，特别是要来互阮做即个体育便饭来食用。为着即个需要，摕物件去交换的时阵，
阮受观音会当对因所存运的好运当中，提出为着即个需要所需要的即个抹布衫啦，甲其他物件去交换，但是爱甲交换的物件确实来记录落来，吼，就是你爱记少啦，吼。关系到手内迄只船吼，因爱炸咧吼，就是爱甲即只船吼，带当作吼来回航往小琉球啊吼。但是因若是有必须提前甲放开的情形，需要甲提前放开，伫咧情况允准的之下，爱送来阮遮，无就爱甲伊拍好。沉啦吼，船爱规个拍沉，或者是拆开来做茶来用。爱只敢若命令迄寡新仔附近人伫咧小琉球来起山顶顶吼。好，今仔日录长拄啊一张报告啥？咱来看吼，今仔日阮看到即个市顶有人跟着即个天开的新的机制吼。倒过来的时仔人甲阮讲，伫咧检阅军队的时阵呢，因会提开机制，也会展示武器。因若无照实说明，愿意为此来接受严厉的处罚。今仔日搁在新城3工前吼，就是门口见的吼，对即个市顶倒来迄个新仔人吼，叫做蛋沙吼，蛋沙。伊对伊所问的代志吼，事实如下吼，所以吼，今日这个同学一定报告是这段，伊所讲的口径，下底差不多个嘛，下底差不多拢是啊，甲上落尾一段以外，同一个拢是好。咱来看咱同伊讲的口径。161年9月3号，对这个市定。倒来倒靠的，歹势，倒来倒靠的迄个新仔人，但啥叙述的话，首先伊讲，去年年初，伊捌参与一队舰舰，伫咧瓜园得岛受，官方写讲应该是指提督州吼，州提督啦吼。就是周全斌的指挥之下，对厦门去南澳夺取粮食吼。但是因为后顶杯吼，后顶杯咱即个所在咱捌真样读过啦吼，讲当一个什么所在吼，迄无对啦，反正一地名吼。但是后顶杯人和其他人伫迄个海边啊，严密防守。地高无法度取牛，无法度摕到牛尸啦吼，无法度摕到食物，所以因就将即个情形函告厦门了后项，就是写批甲厦门斗啦吼，甲厦门讲，国姓爷就命令该官员率领伊的军队转去，因为计划伫咧3月内吼，毋是伫咧3月的时阵呢，3月是要派伊的军队，甚至伊要亲自去佛罗门萨去夺取该岛吼。因接到即个命令了后，就遵令转去厦门吼。迄时国姓爷全部军队拢已经来厦门集合。要出航前来处理一切工作，也拢准备就绪。所有的士兵拢甲需要修补的武器修补好，也开约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找来历史的大工为此来做工。就伫迄当阵，团的塔坛人率领大军南下强烈谣言，因此呢，遂命令所有的妇人人甲囡仔拢对厦门刷起金门大，当地居民也拢倒咧逃亡街厝。塔坦的军队伫咧5月10号的时阵来咯，伫咧
海上和国姓爷的战南作战，但是呢，战败撤离海上。有人讲，国姓爷拄听到满清军队南下后团的时阵，捌决定要援这的长官，就是荷兰人长官规要求请求啦吼，互伊的和别人的某会当安全送来庇护。伊讲，如果国姓爷要来处地的第一个决定付诸实施，伊的军队就会伫打狗以及芒港来起山。因为迄时拢无摕去过龙眼门，头无解，毋知你讲啥。好啦，继续啦吼。迄时国姓爷因为海战胜利，所以就命令父母吼，爱迁徙转去厦门。伫第7月年，就是1660年8月6号到9月4号，命令老爷去福州去求劫吼。因伫第9个月的时阵呢，就是1660年10月4号到11月2号呢，对福州炸来真侪战利品了后，因知影讲国姓爷搁再一次计划要去倒位，要去遐啦吼。迄时米伫厦门也真贵，每一刀是袂价是3两半，所以国姓爷搁再一次计划要伫遐。要伫迄时吼，派伊的军队，甚至呢，搁再一次互伊家己亲自要来处地吼。但是伊毋知为何即个计划取消，只敢若听讲有谣言对即边，就是台湾即边传过去讲，华人的头家被当作人质收禁起来咯，乡村的公休烂去，被烧歹去。看起来，处地华人居民拢将会被荷兰人杀死。后来又听讲有12只荷兰船炸着阮的批信哦，并且为着要援助国姓爷欠粮的士兵，载2万袋米来到厦门征送，但是国姓爷毋肯接受。毋肯接受迄寡米，一般人安尼讲，就是因为迄边才发生严重的饥荒，严重到宵夜吼，宵夜其实是做夜，就是地态。有一段时期呢，必须要对伊的钱拄吼摕钱来供养，并且支付薪水予士兵，因为国姓爷对这无能为力吼。第10个月，1660年11月3号到12月1号，马爷就是马信被派率领真侪炮船甲13个军团的士兵去乌丁背来抢劫哦。代志对伊遐尔拄好。互因得意伫个迄边留到今年的第2个月，他把我爱困。我这个拿熬糖，个摕一包面心来感的，做工我对这个网络顶去买一包
美国的明星吼，美国的明星都是这个西方人种的款吼。美国的这个 Wisconsin 的明星真出名。虽然住咧庄卡的时吼，啊，久久啊，就有一个人换一寡人参来陪，啊，伊个称人参的迄个称啊吼，我毋知迄叫做啥物，一个名仔我袂记啊，讲我袂记，迄称啊，即细支的吼，即古锥。大支的叫做啥物？我即个袂记啊吼。一般啊，伫菜市仔咧用迄个咧称啊，大支的迄个叫做啥物？啊，真正我袂记了。无声，哦，无声，好。无声，拄则无声，我即摆咧注意着吼。读到遮我知影讲无声。好，读到大我煞袂记。好，到遮啦吼。第19个。就是16年11月3号到12月1号，吼，美亚美信被派率领真侪旁船甲13个军团的士兵去敖定背去抢劫。代志对伊就是遐尔拄好，互因伫迄边留到今年的2月，吼。又对主考第5条讲，旧历2月166年3月1号到3月29号。因大概就是伫遐就地处牛吼，解决13个军团士兵的粮食问题。这第5注考，迄时咧接到国姓爷命令，伊爱带领全部军队吼，尽量甲紧去即个厦门的命令，所以伊就专门转去厦门。迄时军队随伫金门会合，然后再对遐被带到即个庙楼。迄个所在呢，迄个所在就是，迄个所在共伫即个岛上，就是你像你啥，意思讲寮楼含就是相反伫咧即个金门岛啦吼，搁较适合大军上船吼，因为遐一个海湾嘛吼，伫遐咧因必须要逗留一段时间吼。必须到遐停留一段时间，伫遐咧4月拢饥荒吼，要无地道人阮必须要吃大马甲即个番薯。迄时就决定讲，并且各处咧传说啦，讲国姓爷将会伫第3个月第5天，这是农历啊吼，即旧历。安尼，即后壁挂号有甲帮伊推算啊，就是讲。等于是1661年4月3号吼，率领全军出发前来台湾吼。咱知影讲，实际上是4月30号才到吼。但是因为迄天拄好非常恬静无风，所以就搁延到刚过月23号，挂号写讲1661年4月21号才出航吼。安尼讲就即天出航，但是敢需要遮久，因为驶走9天无可能啊吼。另外咧，伫咧第3个月第16天，就是1661年4月14号呢，有一个道王，所愿，就是伫一个岛嘛吼，缅甸吼，缅甸是要听。
卡比大起来，面，读做面吼，面吼，面的笑脸嘛吼，想吼，即个有两个读音嘛吼，面甲面吼，啊，意思很相像，两个意思规则意思很相像，轻轻，微微的丝吼，丝是丝布的丝吼，一布的丝，微微的丝，笑脸，想，人叫做面，或者是面吼。甸呢，缅甸的甸，我读华语的甸吼。读做电还是电吼？另外一个音是叫做线，线就是做官人的车叫做线。啊，若读做电就是拍拉的意思吼。电地理停起的意思，停起来迄个停起吼，停起的意思。歌名咪叫做电吼，含对叫迄个，但是线是歌人的车，做歌人的车吼。好，咱就读做面，读做面甲电，电好啦，面电吼。好，古有一位道王，一个苏元是伫缅甸的迄个西那皇帝，叫做永历啦，永历皇帝。重要使者来进门。永历皇帝走到缅甸去哦，我查者吼。永历帝是南明第4个，嘛是最后一个皇帝。好。梁武3年，清顺治3年，1646年吼。南明梁武帝被活掠死，贵王自由龙自称监国。偌久，梁武帝的小弟唐王，这名太恶念了，我袂念吼。伫广东广州继位，就是邵武帝肃监了后，贵王自由龙伫广东肇庆登基称帝，年号永历，就是永历帝。永历13年，清军攻陷昆明了后，永历帝流亡缅甸吼。缅甸东须王朝吼，或者是翻译做东古王朝、东古王朝，所以流亡缅甸吼。缅甸永历15年吼，被缅甸国王蒙德送到昆明的吴三桂。永历16年4月15号，永历帝爸仔囝伫昆明被以这个惊现吼，惊现吼，假死吼。伊死了后吼，明治依然沿用这个永历的年号，一直到1683年灭亡为止吼。这个是永历帝啦吼。
互你看伊即个导盲的即个地图吼，真正是对关东一直走到原定去吼，即个对云南、昆明走到原定去吼。好，继续转来第四只看吼，讲有一位道王，即个所愿，讲天面殿所愿，拄啊看迄个地图顶头讲有所愿即个所在无？我拄迄篇会找对遮吼。即个地图顶头是写伊早上尾即个所在叫做沙加宁。毋是所愿吼，不管，伊的重要事迹来经问，请国姓爷率领军队去伊迄边合力领攻塔唐营，但是即个事迹无达成目的，随被遣散转去。即个倒来投靠的新仔人，但三就是即卖荷兰人咧甲询问一个吼。亲自听过马爷阮迄个事迹讲，阮现在哪会使改变阮的决定？阮事先就已经甲阮的告示送去佛罗伦萨，阮必须要按照迄个告示进行。伫第3个月23号，全部军队士兵一个娘厝2斗的大马，就是5天的粮食，然后就上船咯。第7条，最后第7条讲根据中村孝志纳卡姆拉中村孝志教授的注释，一斗平常是等于10斤，就是 12.5 磅，但是因为无重要啦，就是讲因领5斗，一人领2斗的大马，5天的粮食啦。然后就上船。第24天4月22号，就伫咧寮路遐出航，顺先派人去平湖团练。要伫夜间，等咧山顶下好点好就对啦吼。以便万一因若互相漂离的时阵，迄个火焰会当做因变色的漂河吼。第25天4月23号，因就同齐来到平湖，就对金门已经到平湖啊吼，过两天就到平湖。第26天到第27天4月24号，军队伫遐起山，住伫即个报堂，或者是登对因所选的所在伫遐住平湖吼。荷兰人的即个消息，那是无够紧的吼。因今日和平湖咧联络的，竟然消息无送来吼。第27天就4月25号迄几天国姓爷和伊幕僚拢伫咧讨论军队的事务，因也派2只3班来处队来侦察一切吼。了后，这2只3班伫第28天，佫转来到平湖报告讲。伫处队外面沿海停3只大船，伫港岛里停2只小船，等等。因此，一般士兵就彼此咧谈论讲，有人讲处队的团队居民甲其他人可能会强烈来对抗因，互因伫咧起山已经就拍败。对此，其他人回答因讲，迄2只3班查转来消息讲，伫咧台湾遮个人官方社讲应该是指伫台湾的即个登山人啦非常欢喜国姓爷要来拢真兴奋真欢喜咧听候伊和伊的军队的来临。即嘛嘛有啊，即嘛嘛有啊因此咧，因就伫因第3个月29号对4月27号对平湖启程出航，统领所有的篷船甲其他船只，拢爱军岛上头前的3只3班来航行，而且决定有着要互阮
为了无爱互即个荷兰人发现吼，将伊伫夜间来遮起山。但是即天来到看到取对即个岛上的山的所在，因又搁我转去澎湖吼。伫澎湖停留一天，伫第4个月第1天，就是4月29号，再度出航来遮吼。所以伊讲啊足准的，伊讲啊足详细吼。每一天啊怎样组织吼，即个啥？即个集结军队安怎集结啊？伫倒位先到金门到澎湖，对澎湖再过来来个我头个转去，第2天再过来吼。夜间来到取队下面遐吼，就是来到我澎湖，我即台湾遮吼。透早真早就看见即个城堡啊吼，因着按照迄300的行法进入龙眼门水道了后，仅仅有30到40只300，对取队吼真欢喜真兴奋，去接因的士兵来起山，应该是自讲伫河寮港去带去上欢喜的情形啦吼。河寮港恁有读过啦吼，我会记个，但是我会记毋是叫做河寮港啊。袂记啊吼，尾也着顺利迄寡南京的旁船吼，船头前进，搁细也伫头前的第8或者是第9只船顶，迄是一只壳仔船吼。船顶飘扬一面白色的旗帜，甲一顶四座花盖。伫咧即个叫做河寮港吼，即个叫做河寮港。好，我查一下河寮港，河寮港街吼，今年头个下寮港的吼，之前有读过啊吼。咱搁看明治时期成天府甲大清台湾府城吼顶北方的一条大街吼，河寮港甲普罗宾峡街吼交汇做一条12大街，是台湾府城的街坊中心吼。河寮港街是即嘛吼，搭即个台南市中二路前身。后来你对台南有熟个就知吼，范围是中二路2段158巷口，甲成功路中间，即段中二路吼。伫咧河寮港呢，又搁称作斯米尔多铺的即个所在，有真侪即个手力扫的车吼，手推车准备好啊吼，甲提做武器。比如头盔、铁架等等物件载往恰克，而且随派一个军官来代替爱抢劫的士兵去看守迄寡死仔人的厝，命令伊爱阻止一切去骚扰迄寡犯恶的代志来发生。伊的军队由下列的军团所组成，每一个军团的兵力大约如下。伊讲啊遮清楚，遐厉害了。这是啊，遮知影遮侪情报吼。好，每一个军团兵力如下吼。头前拢是人名啦吼，但是因若无法了，就直接念吼，念即个拉丁文即个罗马字吼。第一个是修干胶吼，修干胶这是罗马拼音，或者是称作周无威。第八条写讲，周无威应该就是右武卫啊吼，就是周全斌啦吼。修干胶的修应该嘛是周吼，干胶是伊讲可能是本学吼，本局吼。
不。受全兵的士兵人数1800人吼，但是伊当中讲偌济军团，1、2、3、4、5、6、7、8、9、10、11、12、13、14个，伊讲13个军团，好，1800人吼，马牙吼，就是马信吼，马本毒吼，600人。左虎啦吼，河鱼800人，右虎弹蠓是即个蠓蛇弹蠓的吼，它是蠓吧？蠓，我查者吼。蠓蛇即个蠓，它做蠓或者是蠓吼。蠓蛇就是一号大马的毒蛇的名吼，叫做蠓蛇。蠓蛇无毒啊。大蠓就是做戏人在用职能的长蚵。大蠓，今日若看歌戏吼，我连看野台歌戏啦吼。外口咧演的歌，因为穿迄大蠓吼，迄做歌人会穿个大蠓。好，弹蠓900人，后枪黄鸟900人，五牙吼就是五河。900人，宣疫情是单敌750人，雷母是，因这拢是一寡兵营的名吧？宣疫情啦，雷母啦吼，雷母营啦吼，应该是这啦吼。是林福700人，哦，元朝后是张志900人，中枪是萧景神吼1000人。后劲吼，后劲这个所在，即马地名佫伫诶呢，但是我无确定我读着。后劲，也就是后劲吼，我毋知对一个，因为国艺术拢相像啊，音录三个吼，音劲吼，后劲，我读后劲啦吼。后劲右正550人，罗总兵处队的水师将领600人，左先锋右组1000人，护卫老国县国士的侍卫300人，侍卫啦吼。士兵人数合计11700人。此外，还佫有含即个人数约相等，约拢差不多多的小兵，所以你看11700拄则讲的这种军团的这个兵力，佫约拢相像的另外1万个小兵吼，安尼都2万多外人啊吼。因坐约拢300架船对西那来，后来又佫对西那来7个军团吼。因为佫讲，一般人对国姓爷来处队上主要的看法，一直拢是讲，伊是要来占有即块土地，来甲伊的某吼，一阵某啦哈，大部分的人留踮咧遮，而伊家己一大部分的时间要留踮咧下门主持事务，伫咧上围困的时阵，要来留踮咧迄边，只敢若有时啊会前来处队。伊要甲处队当作是伊上重要的号称甲流称来使用，以便讲万一若必须逃离开西那的时阵，会当安全逃来遮。国姓爷会将领5号伫咧数工前，吼，伫荷兰文本写讲是数工后，但是因为数工前，伫咧伊全部军队面头前被斩首，5号啦吼。
主要原因是讲，伊伫咧画像6个的躯体发现，但伫咧涂骹的几箱钱，无将此事甲国姓爷讲，想要据为己有，即个代志暴露出来咯。今仔日阁有作者庞存对普罗米社的头前行王龙里门，所以拄则伊的口经过遮无啊吼。今仔日有个作者庞存这毋是讲的吼。中昼过后无偌久，阮真欢喜看到对北远的海上有数只荷兰大船航来，但是因为对西方所吹来风真微弱，即寡船行了真慢，有人计算迄寡船有8只。原上帝互即寡船赶紧来到即个海边，你有援军来啊吼！援军才有哪9个8号啊吼！暗时啊，约了8点钟，月光明亮，但是平静无风。阮看见伫咧港岛的北边，有时啊会发出大炮的火焰，也听到迄边咧交战的声。至少有半点钟之久，半点钟的时间吼。据此推想吼，大概是小船和停伫咧即个港岛北边的迄寡庞船咧交战。愿上帝保护迄只小船，避免遭受意外。9点的时阵，对迄舰队发炮一响，大概是司令官要互舰队停船的信号。以上9月7号，我要落长吼。头一篇尔就读了就结束啊吼。好，9月8号，咱今日看9月8号读了差不多啊吼。拜四早起天气良好，日头温暖，阮看到迄寡大船吼。所以昨昏9月7号吼，最重要是甲经过即个地形讲公台的头前建地甲即个规经过吼，一直讲到咱第一日子一看到就是因进入龙椅门迄个情形啊吼。头前即个发生啥物代志？今仔日透过即个人的嘴知影吼。好，9月8号拜四早起天气良好，日头温暖，阮看到迄寡大船昨暗停伫遐。迄只领港船停伫快艇东部号的边，有一只敌人的小庞船停伫即个港岛头前。7点钟的时阵，迄只领港船越过迄只小庞船要来入港，迄只快艇东部号也起定随行吼，起定倒咧行。遵照命令会对啥？就是要护航该领港船来到即个港岛头前，以免即个领港船遭遇危险。迄只小庞船呢，注意到我方的船即个港岛前进，就发炮3响，并且对船母继续挥动一面旗仔，用伊门救援。不过，迄只小庞船依然停留伫遐咧警戒。迄时，阮迄只领港船看到即个情形，因为平静无风，伊阁有往北流动的强烈的即个海流吼，即个台湾港岛南港岛北边流去，所以伫咧即个东侧方向，迄只小庞船航去。迄时，东部号的各种的小艇也迄边过去吼。迄只小庞船呢，看到伊可能被攻击，就起定挖滚北沙尾的沿岸航行，要航往鹿耳门去。当阮迄只领港船对到社定楼的所在，就迄只小庞船吼，发射速发炮弹，伊是啥间断的发射吼，间断的毋知要怎翻的吼。迄只各种的小艇，根据阮对此地所会当看到的，那亲像有意要去和敌人迄只小庞船来交战的吼，因互相对射了数百，配备了一寡舰道能力的东部号抢来的迄只庞船，也转往迄只
敌人的旁船航去，但是伫伊会当去到交战的所在以前，迄只敌人的小旁船已经摆脱上述迄只小艇，因互相射击1点外钟。迄时也有7只旁船对龙伊门5方迄寡船航来，要来支援因的同伴。5方的人看到即个情形，就停落来，无爱阁继续追赶，并且转去因的大船遐。8点时阵，阮看见6只船对南方方向航，南方即边航来。迄时上述迄个旁船伫因解救了甲因所解救过的同伴来阮即个港岛头前停船。了后无偌久，又阁有2只旁船也来遐来拍定停船。海上迄寡阮的小艇伫顶面提起过真侪摆，迄只快艇东部符号的保护之下，拢伫即个港岛附近，顶下来互你飘航，一直到下晡4点，迄时对南方开始吹来真强的风。我迄只尔港船因为真惊迄个即将要来的即个暴风虽然讲迄9只旁船挡伫阮的即个港岛的头前，因伫即个危险中间选择较安全的，就是所以就全力启动即个航道航来，等伊来到即个来到即个港岛附近的时阵，即寡占着港岛的所有旁船拢起定迄只尔港船航去。等因来到互相划近的所在，双方的炮火就每日来射击起来。迄寡旁船发现即只港船备有强大火力，毋敢划近去攻击伊。港船就趁机会一边每日射击一边来前进。总算伫即只魔，最后总算用即只魔，即只魔仔将阮的港船完全是击击一波胜利啦胜利平安进入即个港岛后门以外，也早来对快艇东部河所抢来迄只旁船顶所找到迄3个死仔人，2个死仔妇女甲2个查某囡仔，毋是2个查甫囡仔，即2个妇人。丢挂伫议员阁下的同意之下，命令因摕着河边的标志建龙即个市定去，来甲迄个死仔人和因的囡仔留伫即个城堡里。上述敌人对于迄迄个旁船，互即只港船逃脱了后，又阁停伫因先进前停的所在，占据即个港岛。今仔日下晡，阮迄9只大船也航往南边停船的所在，其中5只去到南边停船处来停船，其他4只还阁伫海上，无法度去到南边停船处。要暗暝，阮又阁看到一只荷兰船伫北方的所在，今仔日有10只舢板满载人员对油条航往赤坎。也有5只舢板，同款是满载人员对即个市定航往赤坎港船载动的物件，因南就拢落来。现在是好天，恬静无风，暗时8点钟开始落大雨，一直继续落到10点。读书阁有9月9号拜5，阁有4分钟。4分钟就读书9月9号拜5，早起好天，微风对西南风吹来，阮看见6只旁船伫即个港岛头前拍定停泊，咧放哨，也看到讲伫北方迄4只荷兰船已经用旁舰来斩挖靠。看伫即个东部河边的一只5方的小船，今日早起来入港。即个城堡的刑事法庭今仔日下晡开庭上述迄4只荷兰船有2只伫另外呢，城强围起来来对照常咧开刑事法庭该做的按是咧做
上次迄4只荷兰船有2只伫咧10点钟来到即个港岛头前停泊，停伫咧附近咧放沙着人的迄寡篷船，还佫继续留，等伊遐并且对远的所在咧巡阅。准备的司令官加科考佫下伫下晡前来入港，因暗起山。迄时长官佫下甲全区的各议员行到岸边，恭敬来伊握手欢迎。伊由长官佫下陪同，随队2排自下站城堡一直整齐列队到瓦群岸边的全副武装士兵当中。行到上水迄个国下的厝，随着去顺视即个城堡的顶的国站吼，也去观察即个市镇里的敌人工事。伫咧上水迄寡议员国下行过迄寡列队的士兵了后，由步枪手吼面前3响，并且用大炮连炮5响。伊是对顶面所提起过所处的即个靠国下教人的欢迎，吼，欢欣甲欢迎。伊国下讲，应该是咧靠国下啦吼。8月17号必须要离开即个沿岸的时阵，因着拍算要前往澎湖，但是因为强烈的海流甲强风，因越过了因3个头啦吼，过了澎湖。飘到西南沿海的漳州附近规个都市边啊，伫遐的暗时捌看过篷船互相咧相见吼。以后因佫对遐去到澎湖，伫迄个期间，迄只小快艇2号无去吼，迄只抢夺来的暹罗的篷船也伫西南沿海咧漂离。对迄碟以后无佫再看到因。伫咧澎湖，伊国下先是真客气来交涉，但是用即个态度，啥物无得袂着，后来就以违反西南人意愿的态度，处置真侪牛油、猪水即个物件。现在分别装伫即个舰队的船只顶再来互阮遮。上午下晡5点的时阵，小彼得船柯田号甲真意外来到平安来到即个沿海遮，我咧上帝是8月12号被巴达利亚国下因派来处队对遐只敢早来总督国下以及党运动议会的议员所写来收批。此外无早来其他物件，阮整个项目，阮规个下晡啦吼，拢咧无用伫甲迄只东北符号的小船载来物件，甲伊落来到即个绿洲吼，并且互载来的士兵来，并且互因所带来的士兵来上岸吼，来起山。好，拄啊好10点啦吼，今仔日就读到遮吼，9月9号拜六，拜5吼，过来就是9月10号就是拜六。看卖，老卡朋友欢迎吼，去真久无看见哈，欢迎你啦吼。我看卖无啥物笔记吼，安尼咱今仔日读到遮啦吼。就来规房吼，9月离即个荷兰人正式导航过4个月吼，无是过4个月，对，过4个月，应该是2个月先导航的。3个月有啥物话要讲啊？你讲？毋是3个月讲话？我毋是。安尼啊，好，是主要啥？芭比的啥？芭比你前面哪里来？好啊，我嚟读啊。我是安尼我要来规房安尼。欢迎大家哈。或者欢迎你来哈。阮尤其是即个最后要导航的时阵哈，场面真值得看啦哈。但是可能读一阵仔时间你看阮即个一工读一两篇尔哈。好，安尼到此，我明仔载再继续吼，感谢各位，我来规房。多谢大家。